王家衛點解拍到香港咁有味道？好多人都會話，王家衛拍嘅香港好唔似真實香港，但偏偏佢拍嘅又最似香港。呢個矛盾，正正就係王家衛厲害嘅地方。王家衛唔係拍城市嘅外表，佢拍嘅係城市嘅情緒。第一，王家衛拍嘅香港從來都唔完整，佢嘅鏡頭成日係狹窄嘅走廊、半夜嘅街燈、轉角嘅小店、窗邊嘅背影。你好少會喺佢嘅電影見到完整嘅城市全景，反而係零碎被切割嘅空間。呢一點好香港，因為香港人生活本身就係碎片化嘅，返工、轉車、夜歸、搬屋、錯過。城市好快，人好忙，感情同記憶往往只能夠喺夾縫入面存在。王家衛用畫面捕捉咗呢種來不及。第二，王家衛嘅角色永遠都係未講完嘅人，佢哋好少直接表達，更多係壓抑、等待、錯過、回憶。《阿飛正傳》入面嘅迷失，《重慶森林》入面嘅孤獨，《花樣年華》入面嘅克制，《春光乍洩》入面嘅飄泊，呢啲都唔係戲劇化衝突，而係一種長期存在嘅狀態。而呢種狀態，正正就係好多香港人熟悉嘅生活感覺，唔係大悲大喜，而係一直卡住。第三，王家衛嘅味道來自佢對時間嘅處理。佢嘅電影好慢，但又好急。慢，因為佢會停喺一個眼神、一個動作、一句說話。急，因為你知道時間一直向前，冇人等你。呢種時間感好香港，因為香港人永遠都係追緊時間，但同時又成日錯過重要嘅嘢。王家衛用慢鏡、重複、旁白，將會唔去拍到好具體。第四，王家衛拍到香港嘅味道，係因為佢從來唔美化。佢拍嘅愛情好少有結果，佢拍嘅關係好少有答案，佢拍嘅城市唔光鮮但有溫度。佢唔會話俾你知點樣先叫幸福，只會話俾你知人係會孤獨嘅，但孤獨唔代表冇價值。第五，王家衛之所以影響世界，係因為佢將一個好在地嘅城市情緒拍成一種全球共鳴。東京、巴黎、紐約、首爾都有人睇佢嘅電影，因為每個城市都有同樣嘅孤獨、等待同錯過。但故事發生喺香港，因為香港夠密、夠快、夠逼，最容易放大呢啲情緒。對香港人嚟講，王家衛唔係拍緊一個地方，而係幫大家保存一種感覺，一種屬於某個年代、某段關係、某次錯過嘅感覺。所以王家衛點解拍到香港咁有味道？因為佢唔急住講故事，而係願意陪你喺城市嘅縫隙入面感受一啲講唔出口嘅嘢，而嗰種味道正正就係香港。